Sophia，點解你會開始食益生菌嘅？而家我身兼多職啦，主持、演員，有陣時行程太長都擔心免疫力低會影響工作。同醫生朋友傾開，知道益生菌對免疫力有幫助，咁但係菌種咁多，佢就建議我留意下有青春雙歧桿菌成分嘅益生菌，有助提升免疫力。想長效維持健康嘅腸道環境，單補充一種益生菌係唔足夠，可以再配合埋益生元、後生元、篩酵母、纖維同埋綜合蔬果酵素，多角度維持腸道平衡，養翻好腸道嘅菌群，增強免疫力同埋促進腸道蠕動。我心目中理想嘅益生菌係大學配方，一包有齊多種功效，例如強免疫、順便、活腸、排毒、抗敏、消肚脹、除多氣。我 keep 住每日早晚食一包，睇到身體免疫力明顯改善，病少咗啦，便便暢順，個肚仔唔見咗，成個 fit 晒，成個人又精神又自信啦。